一位少年，尼玛次伦，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我想挑战的是和我同名的礼堂小太阳。就是我当时挑战尼玛的时候嘛，因为我的名字里面也有尼玛这2个字嘛，尼玛在我们藏语里面是太阳的意思，所以说我挑战他。第一是因为我们2个同名，第二呢是因为我感觉他应该也是一个唱歌的选手，咱们演出的节目类型应该大致相同，所以说我还是想去挑战一下他。对，请进入初舞台。我叫尼玛次伦，来自美丽的香巴拉木里，这是阿妈送我的海螺。因为脱贫攻坚，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带着阿妈的祝福和对故土的思念，踏上了属于我的征程，追寻我心中的梦想。我是少年尼玛次伦，让我用歌声为你拭去心中的尘土，带你遇见改变之后最美的木里。清晨阳光洒在身上，一身疲惫随风而去，花香散发出的味道，让我陶醉在这里。开车行驶在大草原，看见了成群的牛羊，帐篷外走出的梅多拉，看见了他对我微笑。都挑战了。请被挑战的待定队长出列。我叫尼玛，我的家乡在天空之城礼堂，那里海拔有4000里14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镇，也是最接近天空的地方。我从家乡带来一个神奇的小东西，它冬天是虫，夏天是草。人们说它能带来一个健康的密码，但是对我来说，它是带来家乡味道的藏方密码。那么些人怎么的呢？是一朵拉的边，着么那娘拉起我，里个那有的，着么那娘拉起我，里个那有的。好。你现在是学什么，或者是做什么工作吗？还是在读书？我现在在放牛。你有多少头牛？200多吧。你一个人要放200多头牛啊？对的。那你今天应该是第一次站在这样的舞台上唱歌吧？对的。什么感受？紧张的感受。我也能听得出来，今天你是第一次站在台上演唱，然后你很可爱。你有梦想吗？成为一个好的人。哎，真的，成为一个好人，对吗？真棒！我想做个好人，这是我的梦想。这个也让我觉得做个好人其实是最难的。哪怕他是一个放牛娃，但是他从来没有小看自己，他热爱自己做的事，热爱自己的家乡。看似简单的回答，但是没有他真正内心的那个淳朴是回答不上来的，所以这是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淳朴的回答。我参加绽放美少年，因为我喜欢唱歌，我有点开心，但是好紧张。他可能是没有这样的舞台经验，但是他很有这个勇气，因为我也是从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第一次演出的时候肯定会怯场或者是紧张。尼玛次轮的得分是挑战者76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待定队长尼玛的得分，88.7分。可以继续坐在队长席了。继续加油。其实我特别平静，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去当个安静的队员，然后去学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自己唱的不太好，但是我喜欢歌。请下一位少年，花丹，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洛桑德州。当时就是其他人都是分数很高嘛，然后他的话我也不知道他唱的怎么样，我就选了他。请进入初舞台。我的名字是花丹，来自格萨尔藏西之乡色达。弓箭是我们藏西中必备的一种物件。成功就像射箭，瞄准目标，然后奋力向前。我希望用自己的一份努力，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我是花丹，我的名字是少年。跳这个舞蹈的时候是什么感觉？特别疯狂吧。哇塞，疯狂，我的心也跳的。龚老师心跳的也很狂啊。我觉得他在跳的时候特别酷哈，然后整体的那种，不说男性的荷尔蒙吧，就真的是也让我回到了少女时代，一下子。你跳舞的时候，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你，对，吸引力非常的强。我从小就很喜欢舞蹈，中间有技巧嘛，那个翻的时候没有翻对，那时候就心里面就有点没有调好呀，就没有发挥好，就有点紧张了。请被挑战的待定队长出列。我叫洛杉顿珠，我来自西藏昌都，我的家乡密码是五度，汉语意思就是蛇环、头蛇带，在我们牧区是用来驱赶牛羊的工具。现在很多人会把它挂在家里或者车上，希望能够修灾去祸，带来好运的。都说我的家乡是最接近太阳的地方，也是最后的世外桃源，那里的空气干净，天空透明，是雪域高原的另一个世界，让人充满了无尽的遐想。今天我来到藏风美少年，把好运唱给你听。
在那东山顶上，深情洁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美容浮现在我的心上。哎呀呀啦嗦，玛吉阿玛。哎呀呀啦嗦，玛吉阿玛，玛吉阿玛。谢谢。如果在一个山坡上，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你要是这样弹着琴给我唱，我一定会爱上你的。谢谢老师，太浪漫了，真的，我已经眼泪都含爱上你了。谢谢老师。洛桑顿珠，我们的待定队长，他的得分是91分。哇！这个也挺高。花丹，挑战者花丹最后的得分是95分。挑战成功。永定永定，下次别唱歌了，我们就跳舞，跳舞。被花丹淘汰的时候，就是心情还是没有任何失落。其实我的分数也很高，91分。可是我也觉得，就是他跳得很好，跳舞的里面就是他跳的最好的。请下一位少年，龙布扎西。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高玉礼。请进入初舞台。我叫龙布扎西，我来自甘肃省卓尼县。今天我从甘南录取带来了一件彩绣，因为录取是锅庄舞之乡，锅庄是我们高原的一颗最闪亮的明珠。彩绣的挥舞使得锅庄舞更加美丽。踏步锅庄撩你袖，只要你来到录取，就一定能感受到甩起彩绣，身着盛装，跳起锅庄的录取儿女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它的外形让我感觉特别的有冲击力，啊，就是很有感觉真正的很有扛把汉子。对，很有代表性的那种。我注意到你在那个最后做了一个那样的动作，是什么意思呀？那是我跟天堂的阿妈一个约定。天上阿妈的约定。我第一次上台演出，也是我妈妈人生中看过最后的一场演出，然后之后她就离开我。我每次演出完之后，然后都用这个方式跟天堂的阿妈说，我这次演出我用心完成了。他已经听到了，然后看到你今天
非常优秀的表现，一定很开心。龙不扎西，他的得分是80.3分。太硬了。请下一位少年，宋恩宇。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我选择的是我们的警察叔叔白马。我当时选择的队长是白马穆洛，因为我在看他的表演的时候，看见他那个唱歌的时候，就跟在雪山上你执勤的时候一样，依然是那么有毅力，所以我也想挑战一下他，也是挑战一下自己吧。请进入初舞台。哦，有这么老吗？加油 baby！ 我叫孙恩宇，来自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在我的家乡有一个习俗，每到节日里，大家都会拴上最精美的腰带，上面挂着各色各样的锦囊，共同组成藏装腰带上最绚丽的色彩。我的这条藏式腰带，它是我奶奶亲手为我编织和刺绣而成的，它和我彼此守护，它是属于我的藏风密码。多想在幸福中吸气，尘世中疲惫的你，多少次听到牛羊的牧歌，在我寻觅的梦中响起，一次次抬头遥望，那随着天上的神光，紧迫刻马尼云的你，他的整理性很好看，带我走进梦想的天堂。很帅啊！恩宇最后的得分68.7分，继续加油！加油！请下一位少年，索扎。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我选择的是伽马斯德。伽马斯德，其实我是这的时候，不知道他的分数是多少，主要是我看到他就是他的那个微笑很真诚，看着让人特别舒服，对，所以就选择他。心情是非常开心的，就自己的偶像挑战自己，觉得就值了。来这个节目，我觉得太开心了，然后就给我太多惊喜。苏扎老师遇到了苏扎老师，然后苏扎老师又挑战了我。请进入初舞台。大家好，我是索扎，我的家乡是黄河的源头，也是格萨尔王的故乡——青海古洛。今天我带来了描绘格萨尔王的唐卡，它象征着男子汉坚强不屈的性格。听着格萨尔王史诗，回望英雄的传奇，揭开青海果洛1000年的藏风密码。藏风美少年，我来了！
원정샘 난가 람데 제때 예선 밤 만용 고결 만용 고샤자 람데 재성 강화 정성 새콤이 샤진 도무도 성인 시글라리 끈무슬 슬래쳐 나는 알아 칠풀 농나랑 고스불 람데 초지 짱만 농나랑 지니까 무엇이다 다니비 고치 따뜻히 무슨 나는 소마요 정석도 시야 따뜻히 무슨 아비리와 정와치를 잊지 못하는 듯 무슨 Sira ala lingua 어떤 지름이 부섭질락 볼 지라든 집이 흐시그리니 했지 좀 보이랑 위녀던 마버리 나위인데 semlanyota 이랑 지치니 모델라 질한지 용라 다히딜 와카와 질라 로타야 도디 소소하자 그래도 돈이 성시 내 돈이 다니는 시나 알라라모 알라린 탈라라모 탈랄레 이실라谢谢。我特别喜欢你的假音啊，谢谢。对啊，特别好，又实，然后又空灵的那种感觉，然后全程都是这个藏语 rap， 对吧？然后听着非常颗粒感非常的强，我觉得藏语说 rap 真的很特别又好听。对，它跟汉语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啊，它很有连贯性。对对。你最喜欢什么样的歌手？我比较喜欢，还是比较喜欢我小时候的一些东西，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听一些我们藏区的一些弹唱啊，民间的一些民歌啊，像这种，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喜欢一些老前辈，他们带给我的一些东西。明白。他的音乐很现代，但是他扎根在传统，喜欢老前辈，所以你希望把这样的歌更唱出去哈。对对对，阿拉拉木是格萨尔网说唱的一段唱词啊，唱词对，但是我把这个旋律改了一下。我觉得我太喜欢你这首歌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最符合，就是在我心目中的藏风地，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也跟你一样，我也非常喜欢弹唱。就是像花儿公老师啊、德白老师的歌，我都从小听着他们的歌长大，我非常去尊敬，也非常喜欢。但是现在那么多年过去了，其实我是很希望像我们这个藏凤美少年的舞台上会出现类似你这样风格的歌曲。我觉得我们年轻的藏族应该要做这样的音乐。哦，谢谢老师。你的音乐非常的现代，而且你会弹曼陀岭是吧？对对对，我也在学呢，改天给我教一教啊。好的好的。这次参加这个节目呢，就是想结识一些好朋友，然后也是想锻炼一下自己。再就是我听说有几个好老朋友也在这个节目当中，所以我就想过来跟他们一起，就享受这个舞台，大家一起玩一玩，就这个心态。看完索扎老师的阿拉拉姆之后，就觉得帅。很自然，对，表演得很自然，就感觉他是在享受，唱功也是很好。索扎老师肯定是很厉害的，那就索扎老师听的时候就已经是起来了。我挑战的是我的，我还是起来给他加油，因为太好听了。索扎的最后得分是96分。挑战成功。请下一位少年，贡科甲。
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高玉磊。我选择高玉磊，因为他长得帅，而且歌唱的也特别好，所以我就想跟他挑战。请进入初舞台。我叫龚克佳，在我的家乡四川阿坝州阿坝县，都代代相传着藏香的制作技艺。记忆中，家乡的空气都散发着一股古老悠扬的味道，那是藏香的味，更是我故里的回。今天我来到藏风美少年这个舞台，为家乡歌唱，想让更多人感受我家乡的这一份沉稳和厚重。香罗罗耶，叫那长命的克瓦松长外铁拉天嘞，香罗耶，这海人个边切里，这海人个边切苏里。这海人个边切里，这海人个边切苏里。谢谢。唱的太勾魂了，真的，你那个颤音，这种颤音就是你们当地的这个唱法，对吧？啊，是的。你刚才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是好感动。你的声音非常有磁性，而且你今天所有的调放在这个位置恰到好处，不是那么高，然后我非常让我感动。啊，谢谢。我选择弹唱，因为我自己喜欢唱弹唱歌曲，也是我从小就听着德彪老师的歌长大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唱弹唱歌曲，而且让更多人了解一下我们安朵的弹唱。龚可嘉95.3分，挑战成功，请交换位置。哇，太厉害了！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观看合集，边看边聊藏文化，也可以进入藏风美少年话题页，参与藏风美少年为家乡代言最美藏风互动，与藏风美少年一同成长。请下一位少年，罗桑旦增，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我选择是龚旭华。请进入初舞台。我叫罗桑旦增，来自觉梦龙藏系的发源地西藏拉萨。藏系被誉为藏文化的活化石，是藏族人的生命语言，更是家乡拉萨的藏风密码。今天我带来了10岁时演绎昂萨文棒中王子的戏服，我想把家乡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保护理念传递给大家。他萨拉恰，
与那你阿依拉冲，拉萨玛恰与拉萨秋米丁拉恰与阿依拉冲，拉萨玛恰与拉萨秋米丁拉恰与阿。吉拉托，感谢各位老师。你的声音真的很好，乐感也很好，但是我不知道你学过唱歌没有？我在大学里的专业是土木工程专业。哦，那你唱歌是因为自己热爱？就是还是家里有人教你？受家庭影响，还有就是自己特别喜欢。我爸爸也是搞艺术的。他是他是在我们那边有个藏戏团，他是那个团长，所以他也唱藏戏是吗？对。你从小听着藏戏长大的？然后我也有表演过。啊。戏要不要你来一点点会吗？来一段那个藏戏唱腔。好。谢谢。都是这样的。你知道你唱藏戏的时候，跟你刚才唱歌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一下子那个灵魂的光芒就出来了。谢谢各位老师。罗桑诞增最后得分90分整，挑战成功，请交换位置。这次来这个节目呢，也遇到洛桑诞增这种唱藏戏的民间的一些东西，接触到了之后就感觉很不错。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藏族人血液里的东西。我当时就是整个人被震撼。请下一位少年，温珠曲扎，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花丹。请进入初舞台。我叫翁珠曲扎，来自四川省甘孜香城县。我的藏风密码是家乡特有的白藏房。白藏房是香城人的骄傲，祖祖辈辈居住的民居，如今已经成为了香城最重要的人文品牌，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特有民居。来到藏风美少年，我希望通过自己，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爱上我的家乡。啦啦干嘛呀？我当初不错了，娘肚子。刚刚中着爹爹谢谢路用脸。还好，是吗？没有，我觉得他那个表情还就。所见的把结巴拉修，绿啦扎了一巴拉。所见的把结巴拉修，阿拉扎西修。嘎嘎中中啦，你却啦嘎为民，日呀啦嘎嘎中中啦，你谁能讲对扎西？嘎嘎中中啦，没用头讲对对句。真好。我特别想说一句，就是年轻真好啊！你在舞台上做任何东西都没有违和感，我觉得是特别可爱。谢谢老师。温珠曲扎的最后得分是84分。
请下一位少年王尔丹，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白马部落。请进入初舞台。我叫王尔丹，来自四川省马尔康市。在藏语中，我家乡意味火苗盛开的地方。对我而言，家乡始终是又温暖又治愈的存在。今天我特地带来了家乡的治愈之宝——藏北母。家乡人感冒时，只要吃几颗就会很快痊愈。特别是脱贫攻坚之后，家乡有了很大的变化，贝母也成为了一项重要经济产业。我们想把家乡的变化、美好唱给大家。家乡的未来，看我们这些少年的。这什么我也不知道。哎呀，王尔丹，你是很帅啊！你是马尔康的，对吧？对，你也很帅，你的笑容也会给别人带来很多的快乐。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别人喜欢你的笑容的时间是短暂的，最终如果你真的要走远啊，你一定是你的内在的东西，你的业务能力要好。你懂我的意思吗？懂了懂了。所以你不能吃那个青春饭。如果你要走远，你要多看书，内在的东西最重要。而且你的业务能力，你得有本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了。所以你形象这么好，我们俩又是老乡，所以我是想跟你说一些真话。当然我也可以夸奖你，对吧？在这个节目上播出去，你的家人看到，哎呀，普华姐好好夸我们儿子，但是对你来讲没有意义。我是跟你说真话，所以希望你记住，好不好？好嘞，好嘞。王尔丹的得分是77.3分，没有挑战成功。请下一位少年史勒尼玛，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我想挑战白马哥哥。挑战白马部落，因为我想做各个花旦的旁边。我叫池勒尼玛，来自甘孜兴隆县。今天我带来藏风密码是红发边。这一幕康巴火是藏历13节中所有家乡男子最隆重的装扮。我把红发边带到藏风美少年，是想要向所有人展示兴隆男孩子英姿飒爽的气概和康巴男子的神韵。我怀着家乡的英雄情节，想要听闻未来，唱出坦荡。
有感染力了，是不是？是。哇，你一跳的时候，我恨不得都跑上去跟你一起跳了。而且他的眼神有杀伤力的，他坚定咵这样看的时候，对那眼神，很坚定你知道，你刚才这样跳的时候，那眼神啪就，真棒。哟，嗯，真的会让我感觉到放电。我选择正大国庄是因为我们甘孜州18个县出名的那种舞蹈有3个，比如说甘孜踢踏或者是8档选子，还有正大国庄。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甘孜州那边的舞蹈有多漂亮，多有气质那种。舞台上关于这个舞蹈的话，我跳得非常好，我自己也觉得很有信心，跳得也非常精彩那种。跳确实棒，非常专业，感觉很自然。他的舞蹈给我带来的感染力，然后又是他的年龄，他的那个纯粹的劲儿啊，就非常非常的触动我。齿勒尼玛最后得分96.3分。请下一位少年，才让道吉，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选择尼玛。我是采让道吉，来自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云城合作。巴郎鼓从一门流浪艺术能走向更宽阔的舞台，得力于祖国的日益繁荣昌盛。我的藏风密码就是巴郎鼓，我将用它把卓尼藏族文化的粗犷和柔美展示给大家。龚宁娜老师偏向于是舞蹈啊。好，帅。跳完了，结束的有点突然。你是专业舞蹈演员对吧？对。啊，既然你的才艺是个舞蹈的话，这个舞蹈的整个设计过于太简单，所以你要加强这方面的，好不好？好的，老师。哎，最后的得分是77分。请下一位少年，贡秋族，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我选择挑战的是非常有名的采王楼部歌手。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在我自己心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歌手，所以说我觉得对他是一种崇拜吧。然后我觉得应该挑战自己的极限。我叫贡秋族，我来自松潘，那是一座茶马古道上的千年古城。我的家乡有着太多的美景，瑶池黄龙、莫尼沟、秘境西藏沟、雪宝顶，都等着你的到来。总有一处让你念念不忘，请你像我一样背上行囊，寻找你的藏风密码。星光点点滴滴洒落在草原，姑娘，你悄悄露出迷人脸庞，谁的笑容挂在脸上，思念伴着歌声飘扬。爱人，我在那他乡边走边唱，月儿，请将我心儿捎向远方。
谁的奶茶溢着清香，永远等着我来品尝。我从的浪匆匆，我拉穷西哟，东西国家la mando， so呀啦，这拉给比穷西哟 ，so呀啦，这拉给比穷西哟。嘿，我从的浪匆匆匆，拉就是肉，一起国家嘛东松呀啦说，这拉给比穷西哟，什么肉啊莫嘛没这个。哦，我的思念飘向远方。哦，你的心爱为谁荡漾？谁的帐篷油灯闪亮？熊大会唱歌。谁的帐篷油灯闪亮？哪里让我永远向往？谢谢。首先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是听到的这种藏族偏流行的这样的歌曲，感觉很亲切。你的乐感，我认为非常非常的舒服。你跟音乐、跟伴奏，然后包括演唱的音准方面，都非常非常的棒啊，非常非常的专业。恭喜熊熊最后得分80.7分。不错啊。挑战失败之后，我觉得心情还是比较平静，虽然有一点点那么的小小的遗憾啊，但还是非常的开心。请下一位少年，泽巴甲，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尼玛。我叫泽巴甲，我来自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我带来的是我们家乡口口相传的幸福花，它是一种香葱的植物。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将它摘回来和在米饭里，每一口都特别香。它就是我们红原最幸福的味道。希望大家能来红原，我们一起去摘幸福花，一起品尝幸福的味道。初次我见到他，忘了是初春还是炎夏。他说话的时候咬着小指甲，在月光下唱着回到拉萨。他说爱是他心里的布达拉。迎着的河，康定的歌。他是不是有请教你怎么唱歌？对啊，谁不教？我在6000公尺的路上唱这首野歌。泽巴甲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节目？就是这里有很多的优秀的唱歌的、跳舞的，我就是想过来学习一下，我什么都不会。你看你很好看，你就这样站着，看着我，对吧？我们说话很稳定，然后你唱歌的时候也是眼睛老是往外飘，老是走过来走过去不稳定。这样的话你自己很紧张、很局促，你就给听的人也会这种感受。所以希望下一次你再站在这里唱歌的时候，稳稳地站着。好的，老师。我不太会唱歌，然后我觉得那个好唱一点，但是不太好唱啊。到最后发现就太不好唱，高音部分就我根本唱不上去，这也是我后来才发现的。泽巴甲的得分82.3分。对不起，挑战失败。请下一位少年，杨定康，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好，罗桑丹增。我叫龙塔，我的家乡在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今天我带来的藏风密码是我们家戎藏族寓意爱情的腰带。
在我们家乡，每位妈妈在孩子出生的时候都会亲手编织一条腰带，在结婚的时候给孩子系上。今天我把腰带提前带到藏风美少年的舞台，想让家乡更精致的服饰、更美丽的文化被大家所喜欢。美丽姑娘，让我站在你的身上，让我跟着夜夜小去我。遇见你会因为歌桑花，姑娘我心中的歌桑花。呀，你么哒噔哒噔哒是谁么？让人说呢，我就说不能对哦。这个错误犯得很可爱啊！其实这个错误真的不要紧，但是对你来讲非常重要。你在舞台上有过这一次错误，你一定从内心底最深处不再允许自己在舞台上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希望你下次不会再有这样的失误，好吗？好，加油加油！谢谢老师。啊，没事没事啊。好，谢谢。丁康怎么了？丁康，还好吗？没事儿。加油！你看，所有的少年们都在为你加油，是觉得自己刚才的表现有点遗憾是吗？我太差了。好，没关系。我觉得，当你进来啊，有自己的好兄弟，你的少年，你的朋友，一个拥抱，一声问候，我觉得你已经成功了，已经进步了，已经收获了。是的。我们掌声送给丁康，你很帅，你很棒，加油！好，根据我们的规则，我们来看一看，杨定康最后得分70分，加油！继续加油，还是很高的，还是很高的。控制不住自己，一是肯定有失落嘛，就突然就忘词儿了，就怕被别人笑话，然后还有就是真的，我觉得真的，我对我自己感觉真的差透了，我觉得我真的自己真的很差劲。这次看到他有很大的变化，就是他能在这个节目上自己唱歌曲，虽然有点失误，但是也有收获。在我心里，我哥哥是最优秀的。请下一位少年，才旦多杰，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罗尚丹增。我叫才旦多杰，来自拥有世界识书奇观的青海泽库。解密泽库的藏风密码就是我今天带来的时刻。泽库的诗书奇观，文字数量惊人，工程浩瀚巨大。由于国家对传统工艺的振兴和脱贫攻坚带来的成果，石刻在我的家乡已经成为支柱产业。听，石头在唱歌，唱出了咱们泽库人的幸福生活。藏风美少年，我来了。你看他表情啊，
mô tê răng dùm xong cô lo我刚跟龚老师还讲呢，我说我就没有抗体，对这种唱法是没有抗体的，我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就是空灵，让我能够特别静心的对松弛下来，然后安安静静的被他带入到他的情境和音乐当中，而且他是我看到的目前为止少年当中唱是唱，跳是跳，都非常放得开的。谢谢老师。彩蛋多姐就是我们崇拜的一个偶像，跳舞特别好看。然后这次她边唱边跳了，也是好看。彩蛋多杰的得分是9、10、2.7分，所以说92.7分，挑战成功。你可以坐到队长席，恭喜你。请下一位少年杨定顺。哥 ，Give me 5。啊，等我一下。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我选择采网的表现。当时很感动，他把项链取下来给我的那一刻，因为这个项链是阿妈给哥哥的，然后这个项链阿妈给哥哥的时候说的是，你要戴好，然后出去的时候看好弟弟。我叫杨定顺，来自孕育出独特的嘉荣藏文化的阿坝州小金县。今天我带来了家乡的别斯蛮藏族服饰刺绣。跟随着时代的脚步，别斯蛮藏族服饰刺绣已经渐渐成为了来自我家乡独特的藏风密码。我希望在藏风美少年的舞台上，让更多人透过这些古老的纹路，看到我家乡的绚丽色彩。曾在田野里歌唱，在冬季盼望，却没能等到阳光下这秋天的凄凉。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随西风飘荡。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谢谢。我有一个问题问，刚才有一个叫杨定康的是，是我的哥哥，他比我大2岁，然后从小一直很照顾我，因为就是从小他就利用假期的时间去打工，然后挣学费，然后供我和弟弟，然后有时候的生活费嘛，我真的一生中很感谢他。其实我也有一个特别爱我也很爱的哥哥，帮着我爸爸一起赚钱，然后给我交学费，跟我有一点同感啊。你哥哥在台下现在应该会感觉要好很多了啊。对，加油，哥俩一起加油。好的，谢谢老师。祝你们在这个舞台上有更好的进步啊，更大的进步。好，谢谢。对自己初舞台的表演，非常满意，因为我觉得，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大的舞台，也毕竟在这个节目上，然后很满意，就是。别哭，来，抱一个。来，站起来。
当然是豆腐的啊，好好，不要哭。喂。接下来我们也期待一下最后导师给出的分数。杨定胜最后的得分是79分。好，虽然没有挑战成功，但是好好加油。请最后一位少年黎志坚错。黎志坚错，压轴出场。你要选择的队长是所有。你太难选了，那我就选一下尼玛吧。尼玛，好。因为我也是牧人的孩子嘛，但是我是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他是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就有一个对应的这种感觉吧。我觉得应该去选择，因为从小到大最喜欢的生活就是他那种生活，放着牛，但是我可能没有这个机会去体验这种生活。我是黎志坚错，来自青海，我是牧民的孩子，牧人生活处处充满着智慧。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我老家最纯最原味的毡帽，小小的毡帽象征着牧人在平凡生活中的智慧和记忆。看牛羊信步，听牧歌唱晚，这是来自青海的藏风密码。藏风美少年戴着毡帽的牧人来了。我是国土能对着我可以永生者，我是更赛眼睛他们去跟你娘，我家瞧到弄大个马进个可冷，干了我去用笔弄我木头剑马扎，我去干着牛肉心和么娘，我去做啊熊肉木冷味美，去不曾没着让这口音快一年，他们去白木刀鱼木冷我亲着。So same se rang la wong bi jam khung yo to e lam bar xiang qian la guo wei lo de nga zai le da yi mu sai di re wei xiang kang jiu xia zheng ni zhen xing de da you lang zu yu hua bu qi kan zhe de ni de qi ye de zong xun de de xiu ya nga ci rong qi mo ke yong sen zhe nga ci gong sai jian jin dam ji gen ni niang wen ji qiao de lo yi da gu ma jin ge ge lang ga da nge ji yong bi neng wa mu de jian man da哎，我去新比卡头干副干将耶，哎，我去家里开头干副干将耶，哦，看不到学龙哥的大型茶不耶，哦，我去碰到让人送给送西个娘啊让人头送西的周周满子都西个哟，就把钱送西的，让头马头咋头送哟，我去怕米就老几龙年让年拉血头血头血，我去打他们空赢的，你把我们拼着了出，我去我头南皮的怎么给用生着，我去刚会塞眼睛当几个你娘，我就瞧到弄大棍马进个可冷，干了我去用笔弄我木头剑马扎。我头南皮的怎么给用生着？我是刚会塞眼睛他们是跟你娘，我就瞧到弄大棍马进个可冷，干了我去用笔弄我木头剑马扎。我头南皮的怎么给用生着？我是刚会塞眼睛他们是跟你娘，我就瞧到弄大棍马进个可冷，干了我去用笔弄我木头剑马扎。哎。这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啊。这个歌是你写的《为所欲为》。对，老师。哎呀，我觉得你这个歌也好。刚才龚丽娜老师还跟我讲说，你这个歌适合我唱。冲击力并没有你的音乐做的那么强，你现场的表现力其实可以再燃一点，对，再给我们一点。你还是其实你整个的音乐风格，包括你的外形，然后你的表现。我没有想到，其实你是一个很内敛的人，对。平时比较内敛。平时比较内敛，对。其实为所欲为嘛。其实平时生活当中你可以内敛，但是上了台那一刻，你就要把自己最想表现的这个激情迸发出来。
我觉得我想看到你在这个未来的表演上，我想看到你的激情爆发啊，好吗？好的，老师。加油啊！加油！好，老师。继续努力。谢谢老师。没发挥好，拘束了很多。上去以后，那个环境完全跟我们平时演出的环境不一样，所以很严肃的一个感觉。我想放得特别开吧，我觉得好像有点过头，然后又收紧的话又不是我自己。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理智间错，最后的得分是82.7分。很意外，因为他太拘束了，他跟我之前碰到过的他所有的演出几乎都不太像，有点太拘束了。他可能初舞台选的歌曲可能不太适合现场，所以分数可能有点低。但是我觉得他平时是特别厉害的，很棒。到此为止呢，我们40位藏风美少年的初舞台已经全部展示完毕。当然，我们的10位最终的队长已经诞生。祝贺你们！10位队长起立示意一下好吗？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好吗？经过激烈的角逐，10位队长脱颖而出。接下来，队长将根据初舞台分数，按照得分从高到低的先后顺序，分3轮依次挑选待定席位上的队员，组成全新战队。首先进行选择的是杀鸡道中。齿勒尼玛，你现在可以选择你的队员。下一个要进行选择的是索扎。我选第2排的，整个都是懵的状态，然后一想到又开始挑人就开始紧张，然后就挺紧张。我是在心里默念他在念我的那种名字，选我那样。下一位95.3分的贡科甲，你选择的是？他的声音是特别干净，他的唱功是很棒的。对，我现在对我很满意，因为他们都很帅很高。好高啊！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我。后来他们也说了，是因为流量的原因。这个唱歌的话，还是我们队有点悬。今天的初舞台，说句心里话，是超出我的想象的，要比我想象的更丰富，然后更多彩。藏风的色彩在我心目中它是鲜艳的，然后藏风少年应该是有责任心、积极向上、能为家乡代言的人，所以不管他们走的有多远，但是我们不能丢掉自己的根。觉得少年强，中国强嘛？你在少年的这种精神上看到他们乐观向上的这种精神，你会感觉到，他们的未来充满着希望。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地区，如果不同的民族地区的这种文化也好，年轻人、少年那种精神让大家感受到，我觉得只有这样，那么中国才会真正的强大起来。